咱台湾的美食，搁来登上国际媒体咯。克罗埃西亚这个国家的网站的美食地图，来公开全球100大传统的餐厅。台湾国旗嘛就本咯。因所介绍的台湾的美食，都是台南稻小月打面。 专门的组团变远，互这个肉臊控甲真入味，让这个虾仔汤做调味，佮搭配现煮真 Q 的面条，咸香中带甜，怎啊打面，这嘛是国际美食。克罗埃西亚网站美食地图公开全世界100大上好的传统餐厅，台湾嘛有。一个点入去介绍就是飘香100年的台湾稻小月打面。它那个香气很棒，对，就会让人一口接一口的。这汤头袂歹，有来真好吃。不管是我们本地的了，或者是外国人，我们都是一贯这样子，秉持的先人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做。我们真的也不知道有这个荣幸被人家这样子评选为一个这样子一个代表。出名的砂锅鱼头、火鸡肉饭、药豆花，亚运平台 Netflix 制作纪录片世界小食亚洲片，或者小食登上国际舞台。 新鲜草鱼南牛奶加冷冻做冰装，烤做一片啊一片，安尼甲拍起来，加上绵密的口感和台湾的雪花冰，成为先一片专栏文章内面所写的全世界50大上界赞的点心。真讲台湾美食介绍真亲民，口味却是真丰富，真一项拢登上国际媒体，成为台湾之光。